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嗱，今晚1月22號啊，星期四啊。今晚歐霸杯咯喎。今晚分享兩場俾大家參考一下。一隊就飛燕諾對住格拉茨。兩隊都係水兵鬥水手噶啦。飛燕諾主場睇高少少，就讓到1.25嘅。我反觀兩隊都係差唔多嘅，我搏下格拉茨，睇下係咪客場守住飛燕諾輸唔到兩球。另外一場年輕人對住里昂。里昂基本上係出咗線噶啦，仲有兩場，點都係前8名噶啦，出線噶啦。年青人呢仲有機會搏下，主場睇下能唔能夠守得住里昂。我今晚呢就睇好年青人件波衫，可以守得住里昂嘅。鍾意頻道呢就點讚分享，關注一下。如果需要精選嘅賽事波衫，留言俾我，好嘛？今日到呢度，祝大家好運。好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